这2座特色公园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都有邀请在地的民众、里长、地方的民意代表，还有特色公园联盟、身障联盟一起来做参与式的规划设计跟票选的工作。在这个台江的这个特色公园里面呢，它不仅是有16样特色的游具，并且呢，它是一个公园兼滞洪池的功能。那这里面的滞洪池呢，可以容纳64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总面积呢有3.44公顷。那第2座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草湖寮地景的这个特色公园呢，它有0.92公顷。那这里面呢也有10几项的游具，那包含呢攀爬的树屋，还有这个有这个渔船造型的溜滑梯，还有游戏的沙坑，还有这个音乐小屋等等，都是非常具有趣味，让民众非常惊艳的一个特色公园。那我们希望在完工之后呢，加强它的夜间照明，那并且呢也希望开箱之后可以吸引我们台南市各地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全龄化，包含老人各种年龄层呢，都可以来到这个特色公园游玩。因为其实我们安南区的特色公园目前应该是这2个是最新的，而且之前就有很多的里民一直在说，里长我们可不可以有特色公园？我觉得那现在有一个特色公园是让我们这边的住户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台江地景公园，那也很对大家的那个社会教育上方面也会非常的有指标性的，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那边的路很宽敞、很平坦，我们以后运动也很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一个草湖寮历史公园，一个是台江地景公园，那分别是0.9公顷跟3.3公顷。那因为借着这个土地重划，使公部门也跟社区获得了一座64000公吨的这个滞洪池，还有抽水站，还有190几位的停车位，那可以服务周边的这个民众以及来公园玩游憩的民众。这个地方对于公部门来讲，那节省了工程经费；对于地方来讲，促进了地方的繁荣；对于家长来讲，增加了孩子游憩的空间；对于防洪治水来讲，也增加了周边的这个滞洪池，所以一个属于多赢的局面。那也借着这个工程预算的控制，在短短2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完工，然后又能够把工程经费做相当程度的节制，那也可以节省民众的荷包，不用远到他乡去玩其他的这个特色公园。其实这个特色公园，我觉得 CP 值已经很高了，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哦。台湾林美燕一开始即阵，第一市长进前所答应的老旧球场改造、加载行李活动中心活化定案，因为卡伫各局处无协调好势，造成建设空档，质疑市长的诚信。接续的强烈推荐南区昆新里美丽红树林以及当地企鹅爱产业资源，希望市府好好开发活化，让这个秘境串联安平，成为后一个四侧绿色隧道，来成功带动观光人潮。会中迈向市长吴伟霆提高改造计划书。我们希望打造全新的昆新的观光，红树林的资源，还有我们的一些养科，这些都是我们双重的资源，双重的秘境啊。我们希望能够比照市草观光渔族法的模式来就是带动我们地方，同时可以养科，同时也把人潮带进来，这样子我们渔观里才会活化起来。市长，你认为呢？这你觉得好 OK 吗？我觉得很好啊。那您刚刚提到这个秘境，我们会请这个议员您再跟我们的一起会勘，然后把它建设起来，这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资源。我希望市长在你的任内，你必须要再一次留下一笔。今天所长，我们去看一下，我手上的有4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喜欢等人改一下计划书。因为我们上网渔业的养护就是协进会，他们用心的去规划。我把这一本书计划书送给市长，你好好的看。
OK。南区出身的议员林美燕会长嘛，进一步针对干部局去年6000万的回馈金，不过包括周边的南区昆新里、甲安平区渔公里拢无啥受惠，所以议员要求市府一定要专看专用，将建设回馈金按比例提拨来落实伫地方发展的需求。台南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分摊林德中山路的车流量，所该东区甲林德区环向的交通塞车，议员多数人争取多年的林德胜利路计划道路开辟案，后来因为变更为中正路到林和路之站，不过卡伫都市审议甲用地征收一直延后，嘛互用地甲工田费用对19亿一直增加到21亿。所以议员伫总日顺再次催表市府的进度，希望经费部分伫赖总统甲营建署的支持，年底会当完成。当初他的预估差不多10亿，但是现在可能20亿超过了，我们就这样一直推，因为合并了，要把那个路面遮起来，整个胜利路道路也铺平了。如果这个赶快开辟完成，就穿过我们东区了。那现在就是等最后那一点资料补齐送中央，就整条道路的都市规划都计划完成好了，看年底会不会好。现在的话，就等那个我们跟公务局把那个书图修正好了以后，我们报补。那书图现在呢，做到什么样？现在还在修中，还在修，你们要赶快呀！好，我们来速度再快一点。今年一定会好的嘛。对，现在才6月啊。对，今年要再就是那个疏图完了以后要再办重新公展，因为那个跟我们原来公展的时候的那个最早公展的那个图已经不太一样。我知道，就是最后那一点，所以你们要快一点了。你预估今年几月会好？我希望今年年底以前能够全部。年底以前会好。好。征收土地一定要是有都市计划用好，才会当征收嘛。是。你讲一定要按照，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同时做了？因为如同你讲，从过去已经。按你这一档，是地价一直起，工年费用一直起，遐本来10月当做到即摆20月做袂起来。另外，位伫林德交流道边的林德地风池，不只是台南重要的治水设施，4月份樱花盛开，更是市府难得的赏花地点。议员伫总日顺嘛积极为当地5万起篮球场的需求，甚至连一座公共便所拢无的困境，一并向市府请命。对此，水利局表示，造价1000万的篮球场，今年3月1号送基本设计，4月18已经上网发包，会加速兴建进度。台南新闻阮吉林英光采访报道。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台湾金融总会甲台南市政府联合办理的2024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再次登来到台南举办。这次活动主题包含金融知识宣导、金融反诈骗、慈善公益以及市政宣导。除了以上的活动规划，在这次公益嘉年华，更邀请到侪间台南美食店家来设档，后要来参加民众好吃好耍，各当做爱心。现在很多民众他因为这个金融概念不够那可能容易受到诈骗啊，或者是说容易受到一些金融的投资工具往往不很明了，所以造成自己的财务的损失。这点我们慢慢就要一直推动，而且推动正确的金融概念，自然会减少金融犯罪。那因此呢非常感谢金融总会能够携手台南市政府一起来，借着这个嘉年华会，我们可以一起让民众参与的民众，一方面凭统一发票就可以来参与。那这样可以养成正确的财税观念，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借着这个参与，能够吸收更多的正确的金融知识。今年的所有的捐款，还有这个参展的单位都是突破率创新高哈。那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是在我们市政府西侧永华中心市政中心的西侧广场来举办哈。那么我也希望呼吁在地的乡亲能够踊跃参加这一次活动。那我们的包含很多奖项
都是由金融机构来提供，然后都非常的丰富哈。金融总会总共号召20个金融工会、机构以及周边单位联合捐赠240万，帮助台南市这个社福团体。另外，在这次嘉年华活动中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会转送捐予台南的社福单位，显示出金融界对着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也希望将这份爱心持续传达落去。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浮光掠影南台科大资讯传播系影展，疫情后恢复办理。今年是第21届，学生呈现新闻、动画、纪录片、短影音、节目、剧情等6大类作品，每类设定团队作品奖或个人奖项。入围者都是通过业界18位专业评审的严格评选而定。首先，感谢学生的投入。那以这几个作品来讲，都有相当的一个成果。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整个制作上的一个努力。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呢，像剧情片的话，他们之前就已经有去参加过一些比赛。那有一些各大类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得过一些佳绩，还有一些入围，所以在呈现上面的话会比较专业一点。许多同学的作品在影展中脱颖而出，最佳新闻奖的《行礼如仪》报道行人与汽车间的冲突与纷争。最佳动画奖的《Wish 光的祝福》，利用红、绿、蓝3种颜色融合成白色星星，闪耀在夜空中。最佳创意短影音奖的《苦恼的想法与苦恼的人》，反映宅男求爱所遭遇的困境。我的作品呢，是关于一个想交女朋友的怪人。最后终于交了女朋友，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我就想说，这样拍起来应该蛮有趣的，然后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做这个动画的作品，然后能受到老师们跟评审们的肯定，就是非常荣幸。最佳纪录片由崛起夺得，最佳节目奖是《远方的声音》，最大赢家是《陌上花开》。除了得到最佳剧情片外，还拿到最佳导演奖。资讯传播系学生在影展的准备过程中，需要将作品反复修改至完美，才能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相当不简单。记者说怀谈的报道。韩国女星金世正今年来台南，和情歌王子周兴哲在跨年演唱会上演唱《永不失联的爱》，圈粉无数。毕业典礼进行到一半，投影幕上突然出现韩国明星金世正的身影，并带来祝福，学生们开心又激动。我就很兴奋，然后我去年还要去看他的那个跨年演唱会，哇，很惊艳，然后很惊喜。看到金世正出来，我就直接尖叫。然后还有看到严艺格。在典礼中，不止明星们让毕业生惊喜，来看看校长和教官。真的豁出去了，在颁发全勤奖和勤学奖时，大跳韩国洗脑神曲以及晚安大小姐。学生也教我好几遍，我也练了好几遍，紧急苦练了1、2天在浴室里面对着镜子跳。德光中学今年创校60周年，以金马典礼的方式呈现校园回忆。勤学奖、全勤奖的前导片用翻拍电影的方式，融合德光的生活场景、故事与特色。这次的毕业典礼主题是倒带青春 （Revive Youth）。我们摄取了一些比较多青春的电影，像是《我的少女时代》月老，改造成像德光的样子，在德光里面拍摄，然后把一些电影的台词改成跟勤学奖还有全勤奖有关。毕执会成员花费2个月时间拍摄同学们在校园中的点滴，紧扣着青春电影，让所有毕业生以另一种方式留下美好的回忆。记者孙怀谈的报道。说到来到高雄的景点，你会想到哪里呢？有西子湾吧，可能旗津吧。在高雄有许多的旅游好去处，有山有海有沙滩，还会举办许多的限定活动。每个景点在网络上都会被打上地标并且评分。而在苓雅区的一处有个旅游景点竟然高达4.8颗星，就令人好奇究竟是哪里那么好玩呢？这里是位在于高雄苓雅区林森2路和清中1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地上补丁像极了猫猫手印，在 Google 评论上高达了4.8颗星，被笑称是高雄的最废景点。长长的手臂再搭上圆圆的3个肉球，就像猫咪的手掌一般。
但是近乎满分的旅游景点，竟然是路上的一块补丁，让人看了又废又好笑。这里是高雄最废景点。真的，我完全没有注意过，你们今天一问我才知道，好废哦。你这么讲是蛮有趣的，但真的蛮废的。网络上的评语也让人看得哭笑不得。有人说比较喜欢狗，所以给3星；也有人大给满分，表示服务很好，老板很臭，会跟客人礼貌握手。还有民众特地到现场朝圣拍照留念，就去看到这么可爱的东西。所以你们也是最近就是看到网友贴才知道？对，看到网友贴才发现是有这个，对，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萌萌的猫猫手印成了超飞的打卡地标，城市里都常有这种有趣的小彩蛋。虽然不是超厉害的旅游景点，却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有趣小确幸。你有自己的私房最废景点吗？欢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记者双军高雄报道。机车骑士停好车排队购物，一旁的店家也忙得不可开交。这里是高雄市瑞隆路最热闹的商店街，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在前一段的时间里，这里的商家差一点面临要关门的命运，因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改善行人路权，特地在这里设立了标线型人行道的示范区。不过因为红线画设太长，机车无法停放，导致店家的生意大受影响。后来经过当地里长和交通局协调改善之后，规划出了临停区，这才解决了店家的危机。我们原本就是这边都全都红线啊，都不能停车。然后现在因为有客人跟我们反映，然后因为里长帮我们协调之后，就是变成这样子可以停车，很好很好。现在这样子做，停摩托车有比较方便，对我们生意也比较好啊。商家有来反映，说因为停车空间太小，停车空间太小，没有办法停很多车辆，影响到他原本的生意。他希望红线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调整？所以我邀请那个交通局的人员来，来做一次的勘察，发现说可以微调。当初示范区设立时，商圈店家以为没有协调空间，导致生意不好，陷入困境，相当紧张。幸好里长主动出面替店家争取改善，现在不仅解决店家停车的问题，也为公共政策的实施立下良好的典范。大概2-3天就受不了了，因为变成生意有下降啊，然后客人就是不太敢来这边临停。对，我们就跟里长反映之后，里长就去帮我们处理。商家或者民众有什么意见，我认为是应该是可以提出来，如果是合理的，我们会邀请交通局来做一次弹性的微调，做一个滚动式的，随时可以去做调整到人民那个行人商家。停车人员认为是最适合的。交通局表示，示范区一旦通过测试期，将推广到其他路段。期间若是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提出反映，力求完成时能达到骑士、行人和店家3方共好的局面，也让高雄市的行人能有更安全的通行道路。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哇，来看看有多重，满满的蜂蜜。从蜂箱拿出蜂巢，满满的蜂蜜全都附着在上头，结实累累，轻轻一抠，浓稠的蜂蜜迅速流下。一拨，一挤压的话，你看它流得这么慢，这么很浓稠，很浓稠的。这样水分就少。水分非常少，算是多啊。但是我以往去年有一箱特别多，是把上面的蜜全部割起来挤压出来的话，15斤半。进入春蜜的采收期，七堵马林山区蜂农忙着采收土蜂蜜，就担心第一波的梅雨季到来，赶紧将蜂巢放进滚筒，利用离心力将蜂蜜甩出来。像这里面它巢熟片不够嘛我们就是这个是5天以前放的。5天以前？对，它2天就把那个它的那个巢雏就做起来了马上放蜜。蜜马上放得满满的，所以就不到1个礼拜就这样。没有，不到1个礼拜就做这么多了。比起往年，今年的土蜂蜜提前半个月采收，因为气候因素，每一个蜂巢都是结实累累。蜂农说，纯度超过75度，加上蜂蜜水分少，才采收第一次。蜂蜜就是去年的1倍，可说是10年来大丰收的一次。它都不流动，它都是已经密度很高，浓度很高了，它不会流动。
怎么说？对，味道怎么样？好好吃哦。采收下来的蜂蜡经过隔水加热，经过冷却过滤，还可以制成左手香蜡烛及舒缓膏，相当实用。那个蜂蜡我们有最高档的就是做蜡烛了，一个1寸高的蜡烛可以点上2个钟头，这是供活用的啦。这个反正没有人这么浪费，因为这个很贵，一台斤卖好几百块，你说随便跟那个蜜蜡拿来做不一样。今年是目前来讲也是算很好了，一次1箱，我们那天有称了，采了23箱采了250斤，所以1箱超过10斤，一次采超过10斤，所以你如果采2回至3回就可以采20-30斤。基隆土蜂蜜品质稳定，价格固定，全靠天候因素决定收成结果。趁着梅雨季节来，蜂农抢收，希望让消费者吃到最新鲜的蜂蜜。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雷达设备会限制车门关闭以及马上打开车门。我们关门。这个时候没有接触到乘客。透过车门上方的自动侦测设施，上下车乘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有被车门夹住的风险。这是由台北市率全国之先补助公车业者装设的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由于公车与计程车是台北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运具，据统计，112年台北市公车载客人次就达到近4亿人次。为了落实113年交通安全年，以行人安全为首要目标，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与公共运输处特别举办公车、计程车安全大誓师活动，号召公共运输业持续落实路口停让行人，提升行车及乘车安全。我们邀集我们计程车的业者跟公车的业者，当然就是对市政府今年这个交通安全年来做宣示，希望在路口，那每一个我们业者的司机能够礼让我们的行人。那除了这一个部分，我们今天呢展示了很多，不管在公车或是计程车，有很多高科技的设备，包括黄夹，包括逃生的这一个玻璃，大概不像以前还要用敲的那个部分。那原则上后照镜的这一个部分，现在都是高科技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一个不影响。如果下雨的时候，后视镜看不到的这一个本身上面产生的困扰。那在我们计程车的这个 APP 在轿车服务上面的那状况，为了这个旅客的这个安全，它也有简讯，也有定位，说实在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设备。那除了增加我们公车跟计程车的高科技的设备以外，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一个我们的司机在高设备的这一个科技的这个本身的协助下面，那让我们的这一些交通事故能够降低。这项宣示活动获得各家客运及计程车业者的热情响应，在台北市副市长李世川见证下完成签署，承诺将持续改善行车安全，尤其是落实路口左右转前的指叉确认、停车再开。这次如果发生肇事特别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驾驶头人疏忽了，没有停看听，所以我们现在实施就指叉确认。那指叉确认呢，就是我们对于行人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这点很重要。这些就是我们要实施的，要落实的。计程车代表则认为，不只是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也应该有正确观念，快速通过路口。呼吁北市府应该加强宣导。行人不断的在经过，可是呢，我们的车子要右转，转不过去。当这个要转完的时候，行人过了，那边红灯亮起来了，所以造成很多路口的堵塞跟不安全。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应该从教育跟我们的宣传。媒体的这个要大力的来宣传，告诉我们的行人也要注意这个你的安全。除了强化公车与计程车驾驶路口停让行人观念，北市府也协助业者提升车辆相关安全措施，包括中兴巴士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结合 AI 智联网，
新兴客运则配有主动式车门安全系统及 A 柱盲区即时侦测。大突威客运则导入驾驶区先进操控萤幕、电子式后照镜及内轮差警示系统等。计程车方面也展示设有轮椅区的通用计程车，车队建置分享行程 App 的安心乘车服务，还有提醒乘客系妥安全带的简讯通知。那这些的设备都是陆陆续续一直在更新跟扩充，所以往后大概的工作就是落实，再继续扩充。有些车队像公车还没有这些设备的，我们会继续采购、继续补助。有些像刚刚这种公用林田区，我们会在每个里都能够设置。那我们的计程车的或者是这些货车啊，长照的车子或者是富康巴士，他们有安全的停车空间，乘客可以在这边等车也不要在路口或者是红线那个危险的地方等车，这些都是构造我们整个比较好的安全的停车环境先开始，然后车辆再更新安全的一些设备，这是往后要推动的。其中大都会客运新添购的55辆电动巴士改用推式逃生窗，方便乘客在意外发生时能及时逃离，连副市长李世川都觉得惊艳。我们就想方设法，就让公车的乘车安全更加确保。所以除了有前后2个车门还有安全门之外，那另外左右两侧各设一个窗子推开就可以跳出来了，就让坐公车更安全。台北市交通局方面表示，除了持续规划共用临停区等创新服务及协助业者提升公车与计程车相关安全设施，也呼吁所有大小车辆驾驶人落实停让行人，共同打造一个安全、便利、友善的交通环境。交通安全年，停让行人安全升级，赞！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